来看国民党的立委去中国访问，昨暗回国，今仔开记者会，鲍昆萁是表示讲，因这阵唔能推动官公交流，嘛减少两化紧张的气氛哦。因个呼吁前总统赖清德要勇敢来面对两化关系。也毋过，民进党团的总调郭建民是质疑讲，中国拢是甲国民党串通好的，是用什么代价去交换，要求鲍昆萁要甲闭门会谈的内容，讲互民众知影。 国民党立委组团访问中国，嚟到召开记者会，讲有具体成果。党团总调鲍昆萁强调，即摆破冰之旅，若是推动观光，也降低两岸紧张的气氛。更加呼吁前总统赖清德要勇敢面对两岸关系。更希望赖清德总统当选人能够勇敢的面对两岸关系，必须要来改善。我们必须让民众 远离兵凶战危。因为南亚立委访问中国了后，中国随即宣布开放福建甲马祖观光。福建省也推出一波会台13条措施，部分农渔产品将下当输入中国。国台办甚至发声恢复两岸30个航点甲海上空中客运直航。不过，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民质疑，这是串通好的政治大戏。这是早就密谋好、串通好的 政治大戏、政治骗局，郭文萁必须回答的。你看嘛，王沪宁密会谈了什么？换了什么？两岸必须最后都一定要谈，所以有善意总比有恶意还好。开放马祖，观光，这是一个起点。 中国也发出要关整花莲地东灾区组合处，不过内政部回应，组合处的迫切性无遐尔悬。后续我们方向上是以扩大租屋的提供，组合屋当然是选项，但是目前看到它的迫切性并没有那么高。中国一边放出善意，不过强军犹原是一直交代，攻击甚至把挖进基隆只有37海里，对台两岸往来。体副会主委彭世宽认为，强军唔是对台威胁，目的也在向国际宣告实力。不光是针对我们，他也展示他现在的实力。对于日本跟美国，另外，中国强调会当甲在野党交流，也毋过煞疏忽台湾的民选政府。彭世宽表示，中国是咧凸显一种柔性对抗，既然官方的管道未通，可能都改用民间管道。记者综合报道。